今仔日是初二，是查某囝日，嘛是转后头厝的日子。台中市太平有一个姓张的家族，因人是真大方。当年的初二转来的有要600个人，其中上届聚会是102岁，上细汉的敢若1岁外尔。嘛因为人数多，因办桌都爱分中昼甲暗时分2场来办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 总铺师无闲地准备食材，另外一头的师傅嘛当日无闲整地做业。为着台中太平，张家5代转来后头厝，过来工作人员一早起就非常无闲。你几点就起来传啊5点多吧。31桌。晚上11桌。哦，请老板遐济多。人客多。过年初二是转来后头厝的日子，台中太平张家，但年拢有大批的亲友，伫同一天来回到厝内底来团圆。而目前张家已经5代同堂，上济岁长辈就102岁，而上细汉的敢若1岁1个月。我跟他差了100岁，又想要怎么叫他嘛？知道他怎么叫？可能比阿周再大，有点还不知道。 台中太平张家，当年伫浙江拢会举办大规模的办桌，直到今年因为疫情停办，这场聚会一办就是20多年。家族成员经过几代开基散后，今年转来后头厝的人数是成长到将近600人。而当地里长嘛是家族当中的一员，不过嘛烦恼少年一辈是唔敢生。当然是好啊，系啊，要以古早算阮张家算啊大家族啊。 大家拢生做这通通有，也有北部也有南部的啦，高雄比较多。张家长辈表示，因为普遍较晚结婚，而且少年人想法嘛改变，嘛烦恼家族无生活，希望新界少年辈会使多多来加油，嘛希望将这项传统年年继续延续落去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